烈欢迎李家会长一行莅临精彩人生。一来是个美女，要喝什么饮料？说一下呢？鸡蛋米吃一吃，松醉鸡蛋米，谁三了？这已经是大餐了，晚上再大餐不得了了。晚上大大餐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皮的。好好好，那今天晚上我跟你喝白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皮的。好的呀。那两个有一拼。年纪大了以后呢，感觉这个膝盖对上。哎呦，我真不行，不像我们顾老师是童子功，我们还不是半路嘞，大半路了才出嫁的。你的妻子叫我来最近在，哎，空的全部吃完了。走秀为什么适合呢？走秀，能走就能秀。所以像我们这种美女都是自产自销的。红的配蓝的，你还少了个帽子。也好得嘞，我单位像蒙古人个胖子，男人比我干，也比我糙，也是个朋友来着。你们去走，你们去走。有口18岁。哦，是的是，可可还有公公，男人都要像狗狗，不像公公像少年，像男啊！哎，对了，好。今朝忙是忙讲，蒙古办拍海，现在一搭明月湾去出外景。23个人以后呢，赶场子，上趟来热得了，后趟子一道来嘛，冷得嗦嗦的，辰光快得不得了，我来。睛一眨，耶！哦，上个24脚。当心啊，不要掉下去！我的妈呀！我上着啊，但是只有人。上吧，来吃吧，香那就是迎风招展，深呼吸，对，好，漂亮。摄影师来了，看，走，可以了。你不是扫描仪啊？我们的主人认识吗？这个机器认识他吗？来，走出画面。对，好。你吃饭还和米饭啦？不是个要到买子看。哦，你不讲没人治愈，走吧，快点。人还是那些人，听还是那个听，菜不是那个菜。哦，你得来快点，吃不吃了？你太衣裳了。这次你地上这个是我这就没有。对的，你来家分吃了，我已经买多着。但是和你相比，那是小巫见大巫。夜饭个菜上来着，今晚啊，你一定晓得做啊？为啥的？你中浪向个是工作车哈。今天大家吃好玩好啊，吃完饭唱歌啊。鸡腿米菜牛肉嘞，那么讲。今天开心吧？开心。拍的好不好？好。高总也是昨天跟着我一起来的。我说李会长来了，你要亲自去陪的。你会吃两个噶？一头亏得了。不能挨补讲呢，可能吃它不是啥话。今天饭这个干多好吃。发财。到。发财财，哎呦，发财财！你的气场高中啊？那边子你最来的。是的呀，我不能谁是来的，肯定要晓得。不晓得呀，我刚刚发现。我这个，我觉得我才比我活络啊！我当头鼻子，哎呀。就这个把你一个比我。